簽人數3.5節，有人講到呢個上帝嘅話，一條心相信上帝，唔無起錯，一個單殺嘅聰明，但係呢，因為一個單殺嘅聰明，一個單殺嘅強，一個單殺嘅能力有限制，所以呢個經節講話一個一條心。簽下相信上帝，但係呢，因為這個行嘅事件唔係容易嘅事件，係講這個一條心嚟聽上帝嘅路，佢嘅路途一天帶是個得勝嘅路。簽人數3.6節，按樣人講到樣，信人一切一家嘅行同在上帝嘅裏面，意思乜嘅？一家嘅行同當中，要上帝合意嚟，係上帝合意一家嘅行同，就一嘅法理行嚟講，佢為滅切嘅路途乜嘢行，意思嚟講，佢帶一家係切嘅路，佢咩帶一家係彎路，咩帶一家係五臟嘅路，意思唔係囂，唔係偏錯嘅路，佢大家係正當嘅路。請樣人一個一條心嚟聽上帝嘅路，一條心嚟相信上帝，佢一天帶一家係切路，帶係對嘅路，對嘅路一天一個特別嘅福氣，有嘅福氣，一個一天要快樂，要平安，行呢個日子，阿門。